后来前2天，一个者23岁摩底路因为心脏不爽快昏倒死亡。死亡的原因是主动脉背离，也就是大条血管去裂开，讲这甲高血压有真大关系。这种的镜头上会发生伫个40岁到60岁，但是近年来少年人因为啉酒不分，生活无正常，所以带着这种病情的人愈来愈少年。 伫镜头前唱歌对音乐伫跳舞，今年23岁凯澳的马道丁志谦，15日运动的时，因为心脏无爽快，昏倒在地。参去病院时，伫救护车顶都已经无气啊，抢救嘛无效。依照丁志谦的小妹讲，因阿兄死因是主动脉剥离，意思讲血管塌掉咧。去年9月，艺人小鬼黄鸿升嘛，因为主动脉剥离造成血管塌掉的死亡，享年36岁。 伊甲张志显表示，互人感觉是真健康，活动力十足。医生讲，主动脉剥离若是外伤造成的，拢会有镜头。主动脉剥离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胸闷、胸痛，类似像心肌梗塞的那种疼痛。高血压没有控制的话，常常会导致主动脉的剥离。因为我们的心脏的主动脉刚开口一出来的时候，直接受到这个压力的冲击。当你这个血压越高，所以造成的主动脉剥离的几率就会越高。主动脉剥离真正真危险，万一发生在重要血管，就可能无命。虽然较发生伫40岁到60岁，因为随着少年人食薰生活无正常。 这款病症有少年化的趋势，想要避免要注意血压。年轻人不要以为血压高就没有问题，那其实血压要及早控制，才会能避免更多的像是血管的并发症，像主动脉剥离或是其他冠心症或是脑中风的一个发生。预防高血压，就要改变食食，增加运动的质量，爱戒烟酒，唔通啉伤济，安尼血筋较袂有问题。